李准总统赖清德5日控上任，即马剩一个月。中国商务部昨昏宣布，认定为咱台湾进口的一种塑胶，也就是 PC， 有倾销去中国的情形，让中国的产业受到实质的损害。为今仔日开始，以反倾销条例扣上当22.4%的反倾销税。行政院回应讲，会积极来协助业者、辅导业者升级转型。中国商务部19发布公告，对完善台湾的进口固碳升级反倾销做出最后裁定，认定被调查产品存在倾销，各位20开始扣反征收税5年。根据公告，被扣征收税的反倾销业者包含台湾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、甲台湾出港石油化学股份有限公司9%、基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2.2%、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12.2%，其他台湾地区公司12.4%。为去年8月公告的初判结果观察，咱应诉厂商将判税率已经降低，由差不多17%降到9到12.2%。因为离准总统赖清德5日控上任只剩一个月，中国商务部最快引起政治联想。这是中国第一件针对台湾数值商品进行反倾销调查，尤其做线通知属于恶化早收清单项目，是不是牵涉中国变相取消恶化早收案例，甚至取消恶化也引起关注。自碳升级是一种热塑性塑胶，主要用在电子电器、汽车工学包装、医疗器械等领域。目前中国是台湾上大的出口市场。根据海关资料显示，去年出口差不多8.3亿美金到中国，占比差不多是78.5%。行政19暗时回应，政府除了积极协助业者应诉，也辅导业者升级转型，发展高大化、差异化产品，而且部分业者已经提早布局加分散市场，拓展后美、东南亚等新兴市场。记者综合报道。